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0月2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哪像出现非洲猪瘟，有4起的猪仔验出阳性反应，农业部已经启动防疫应变。东北季风转强，东平海面又搁出现新的低气压，7个县市大水豪直报，有计雨会落到拜六。台湾艺人昆达因为闪做兵，一回国税以上地检署，内政部决定未来做兵的体检规定要缩严。台湾是世界认证的猪瘟非疫国，不过在台中所出现哪像是非洲猪瘟的病例，在咧5测猪条，目前是已经有100多只猪仔死去，初步检验有阳性的反应，接下来是该分析病毒，才会当确定敢是非洲猪瘟。农业部主管动物疫病的业主管同齐出席早起10点的记者会，宣布在台中5测一个饲300只猪的饲猪场出现亲像非洲猪瘟病例，目前只初步检测病毒核酸是非洲猪瘟阳性，还未分离出病毒。农业部宣布先高规格防疫，全国猪仔中昼开始禁分禁台5日，喷全面禁止饲猪。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那个厂已经清除了。第二个，全国的禁运禁宰5天；第三个，禁止处理养猪。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饲猪场以当地清洁队收来喷来饲猪，早早开始出现猪仔异常死亡，先去验治疗，也不过后端检测发现到20已经有117只猪死亡。动保处人员才采样送检，兽医所立即收到检体，尾仔6点结果出来，目前初步研判病毒株有中组现象，甲越南的病毒亲像度真悬。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会去做另外一个基因型别的基因区的一个确认，那需要到可能今晚或是明天才会有一个初步结果。根据动物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本土头一个发生的案例爱做病毒分离才会当确诊。对此，兽医所表示需要时间第4日，等21日，另外国内支持5日无度交易。农业部表示，会释出冷冻猪肉，供应无问题。就储存在民间或者是肉品市场的库存量，每天都有大概1个月的使用量，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那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目前技术案例场猪仔全面破晒，4颗为3公里猪场，一个停养一个关节，拢无异常死亡。农业部呼吁，猪农唔通惊吓，继续做好生活安全的工作，千万唔通投注疫苗，因为无效果。也呼吁民众唔免烦恼，非洲猪瘟唔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针对台中爆出猪仔死亡，可能是非洲猪瘟的问题。下晡2点半，行政院长杜英泰有开记者会，对农业部提出4项要求，也强调中央甲地方就要继续拍拼，随时警戒应变。做伙来听详细的说明。同时，我要求农业部有4点的要求要做到：检讨整个疫调的过程，要确认这个病因，并且全面追溯它的来源。第二个，要稳定市场的供应，尤其让价格能够平稳。一定要以冷冻的肉品释出来协助市场的供应需求。同时，最优先要让学校的午餐能够充分的供应，保障学童在食品供应上面的充裕跟安全，也立即请农业部在台中设立前进指挥所，由副首长来担任主持，先行做好筹备的工作。同时要向国人立刻说明最新的状况，依照状况的发生，也要应尽我国在国际上的义务，向国际做出必要的通报。5月份，我们才正式成为3大猪瘟的非疫国，这是我们在防疫工作上的重要的一个突破，也是我们公共治理上面的国家的实力。2018年以来，政府跟国人全力的防堵非洲猪瘟的入侵，这项努力是公私部门
中央、地方很多人跨领域的合作。此刻，面对这样案例的发生，政府已经也必须展开最高的警戒。我们要进行有效的防范措施，提出各项积极应变的计划，这样才不至于让过去多年来许多人的努力抹煞他努力的成果。过来看讲复乡在后救援要1个月，中央前进协调所今仔日宣布马太安溪房山湖要解除红色警戒，协调所嘛会正式退场，转型变中建复原。也若道路区婴仔口的房山湖，目前也是先维持红色警戒。太鲁阁因主口现成的立雾溪房山湖，经过一案，22早起中央上新的监测，水位有小可较降，调水量190.13万吨，离法定也有3.42公尺，也若坝体下骹也有伫咧失水。立雾溪胭脂口的堰塞湖，目前来讲，今天中午11点钟，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在开标，得标的业者他就要提出工作计划、工程计划。看看要花多少的时间来解决这个立雾溪胭脂口的堰塞湖的问题。中央伫咧处理房山湖的问题，相关的工程招标比价正伫咧进行，预计伫22完成了，就会派厂商开始第一阶段的降坝工程。顶多是马太安溪房山湖困难度较悬，也搁伫咧讨论用什么工程方法来解决。不过中央宣布解除红色警戒。昨天的这个堰塞湖的确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检验，检验什么呢？检验我们的疏散，检验我们的撤离，检验我们的堤防，检验我们的便桥。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现在我就特别的宣布，我们马太安溪的红色警戒降调为常态。花莲这边的重大灾害，中央前进协调所伫咧当地建筑开设，到即嘛要到1个月，总协调官几日成功，任务正式告一段落。前进协调所22退场，转移到最后复原重建汇报。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风台风神已经离开，不过因为东北季风搁转强，加上咱东边海面也出现新的低气压，这大雨也是落袂离。气象署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就要到拜六，这天气才会慢慢啊转好。基南县大同乡因为连续几日的透风落雨，有土石崩塌，北部有一寡所在嘛出现灾情。气象署指出，虽然风神风台强盘效应已经无啊，不过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加上台湾东边海面出现新的低压，气象署提醒讲，自拜三开始，大台北地区、基南、花莲的雨势会继续增强，愈暗雨会愈大。迎风面的话，就会主要是以宜兰为主，可能在平地、山区，今天白天之后的降雨都有机会比昨天要来的再多一些。那此外，在花莲地区的降雨也是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因为低压的关系，气象署预估台湾这阵强阵雨的时间会继续延长，而且风嘛会真透，尤其是沿海地区出现11级以上的阵风，也若未来低压甚至变做风台，气象署讲几率无悬。在台湾东方是有一个低压的情形，那它的一个强度部分的话，的确是有机会在增强的一个趋势，有可能增强到热带性低气压。那至于会不会再进一步增强到轻度台风这个部分，是可以再做观察的，可能几率上相对会低一些。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未来1礼拜受到北边冷高压影响，各地气温拢会较凉冷。北部、东北部气温伫22度至31度，中南部伫23度至32度。尤其是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早暗可能无到20度，提醒民众衫要加穿挂。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镜头来到上北，伫咧台北文山区景华街128巷，昨是连续发生2起土石落落的状况，目前已经先跳21号，有计还阁跳20号。另外，伫咧新北市市嘛发生崩山，龙水署是发布警戒，提醒民众要爱注意。这边呢是我们禁区的重点所以可能你们要角落了。社区大门口工程人员进出的连警方、军方甲台北市副市长李素传统到场，受低压带加上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影响，台北市文山区雨势惊人，发生边坎崩塌。台北市文山区连日下雨，21日晚间，景华街一处私人民宅后山土石持续崩落，截至22日凌晨，已经撤离11户31人。
下晡5點外，文山區新興路153巷、景華街128巷已經發生土石崩塌的狀況。暗時8點外，景華街128巷閣發生2擺土石崩塌。目前現場已經做初步土石完衝。22透早經過評估，閣決定擴大撤離戶數，按算暗時閣撤離10戶。它的土壤含水量確實很高。那我們現場看了一下，它有一些土岩界面的問題，確實上面有些土方確實還是屬於鬆動的，只能等這次雨停了以後來做那個後續的一個處置。那目前我們會先做緊急的處理。另外，新北市汐止山區的8連路3大同款土石崩塌，路一邊直接落落去，樹仔甲草仔攏無去，還佫雨水是一直衝，場面是真驚險。汐止市區空寧街接近福德一路早起，因為一直落雨，邊含土石崩塌，樹仔真濟土沙攏觸甲車路，交通大受影響。區公所撤離頂懸2戶達人。農水雖然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17條，黃色警戒171條。大雨一直到翡翠水庫集水區，按算自中晝12點開始調節性放水。水管局也呼籲水尾新店溪淡水河煙花紅台期間愛遠離河川型水區。我們現在在台灣東方是有一個低壓的情形，那它的一個未來移動大致上會比較偏往南的方向，然後通過巴士海峽這一帶。那它的一個強度部分的話，的確是有機會在增強的一個趨勢，有可能增強到熱帶性低氣壓。氣象處研判，目前在台灣東北邊海面有新一波低氣壓豆豆在刷叮當，是不是正做風台愛繼續觀察？暗過路線有可能豆豆離開台灣，行向巴士海峽，是不是造成影響？愛個繼續觀察。記者綜合報道。過來看中部地區的風是真透，昨暝台中就有樹仔去互風扇倒去，跌到路邊的車，佫造成一個騎奧多拜的人受傷。另外，雲林嘛出現11級的陣風，落水溪這幾天攏是土沙營野。今時期迄條車駛在市區所向停落來，原來是雨露樹公路。2暗時6點外，都是下班時間，台中市西區的中平南路車流量真大。暗過伫向上路口有路樹，當未調強風煞倒去，樹花落幾塗骹，交通也受阻。迄時陣在現場有2台車，一台汽車受影響，有一個技師佫被跌傷。正常的車輛，車速開過，加開，因為迄當陣車嘛真濟，差不多開到40-50，就執行嘛，如果一模樣少就多啦。在台中市區成功3掛中港店，外壁玻璃也破去。因為風勢真過強，好親像雨扣起物件去公路受損，民眾經過時陣也心驚。如果有安全顧慮，是檢查比較好啦。都時常在那邊逛街，我們還有去百貨公司裡面呢。成功3掛也表示，第一時間除了清理現場，也確認其他部分無受影響，已經換新的較無安全。受風台環流甲東北季風影響，那台中市區靠強風，海線地區陣風也10級。在雲林的露水溪南岸，陣風高達11級，也和露水溪水尾攏是風沙。你溪底迄路尾還未發覺到，所以北風靠來打，伊就是會飛起來啊。因近期濁水溪水位逐漸下降，灘地明顯浮現，裸露面積約達400公頃。加上近日無降雨情形，造成土壤乾燥，強風吹起，引起了揚塵情形。蘇福局表示，最近強風效應影響之下，露水溪河口風沙真明顯，已經啟動相關應變，希望減低影響。氣象處也表示，雖然中部地區落雨較無明顯，暗過地形的影響之下，沿海甲開闊地區風勢也是真強，提醒民眾愛注意。記者綜合報道。換來看新竹縣尖石地區，因為有水崩山的風險，縣府是已經先疏開山區的28個人。因若太公溪的崩山湖，縣府嘛公告禁止水域任何活動，民眾也袂使挖近。山區大雨第2日，新竹縣尖石鄉已經連續落3天的雨，縣府針對土石流警戒區的民眾進行疏開，攏總安置28個人。拜三早起風雨有較細，目前疏散的民眾已經返去家己厝內，縣府也繼續監控山區狀況。另外，去年空雷風台所造成的太公溪崩山湖，驚第2落大雨會有危險。縣府也正式公告附近水域範圍唔通挖近。尖石秀軟，
3条土石流前世溪流跟一处大规模的崩塌划入黄色警戒。总计撤离了28人，其中12个人到田埔文件站那16人移清。那因为山区的雨势持续的趋缓，那目前人员都已经各自回到居住的地方伫新德市的部分，因为雨水增高，发生侪件路树倒去的事件，其中一站佫对着停车场内的轿车，造成车辆玻璃破去，连后车道也受到损害，好佳在无人受伤。突然遇到一阵强风，所以它就不慎倒落。倒落的时候刚好压到私人停车场的2台汽车。行道时如果发生倒塌，造成车辆毁损，能否申请国赔？会依据实际原因和管理责任来判定。那新德溪港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会当看到海边海影真大，渔民目甲船只停伫岸边，用绳仔绑安安。因为北部的大雨会阁落几天，乡亲有要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日本新的首相高市早苗将正式上任。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高市是一直拢真支持咱台湾，对日本新政府的政策有信心。另外，台美关系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林佳龙嘛表示，会坚持守护国家甲产业的利益，来甲美国合作。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离正式就任首相，正做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高市一向对台湾友好，对日本新政府政策方向有信心，期待台日关系更加进一步。特别是对打造民主的非红供应链，能够密切合作。另外，我们也期待在台湾争取参加 CPTPP， 能够得到日本政府更大的这个支持。表达希望高市政府会当支持咱国加入 CPTPP， 对可能伫南海的派克期间定定的全习会感谢会触及台湾议题。林佳龙表示会密切注意中国动向，国家美国保持紧密沟通，也透露已经实现演练。比较具体的沙盘推演的内容嘛，有些是象征性，有些是实质性的啦。哈，当然你说象征性涉及到是不是什么跟一中有关，可实质性涉及到军购。这个场合我们也了解哈，它重点不在于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好，那但是呢，我们跟美方都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跟中国之间的互动好，不会去伤害到台湾。另外，台美关系谈判进度，罗总统透露最近应该有好消息。经济部长蒋平兴讲，现阶段一旦召开总结会议，确认结果有机会和暂停的20%税率港高无贴价。在写总结报告中，这个总结报告完，我想应该就可以宣布。再有一个消息是说，我们现在要用全面开放美猪，还有美国车进口零关税来换取不叠加。有关于这个谈判的细节，不能说，因为还在进行当中。对，等到有谈判结果我们其实大家都有建议过。林佳龙说明，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咱国会坚守国家甲产业利益，同时也坚持透过现有机制甲美国合作，共同打造关键控部的飞航供应链，强化台美互益合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查甫艺人闪做兵的争议继续在假，男团 Energy 成员昆达伫咧今仔日登到台湾，检方就随家躯体到案。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已经启动修法，未来这做兵的体检会配合健保的记录，新的标准按照明年4月就会实施。李无啊，伫镜头一直讲多谢，其他拢无加讲。男团 Energy 成员昆达牵涉闪兵案，本来伫咧加拿大做外景，由港团的成员透露背衣，坐飞机登来台湾。除了打算面对错误之外，没有说别的选项。他非常的积极，马上就订机票，我也陪同他返台。人登来了，一件做候机室，警察随提股票来，检察官当场具体到案，由警方押回永和警分局，命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演艺圈第3波闪兵案继续侦办。内政部长刘世宏讲，有113个人涉案。平常的时候血压都正常，那为什么要征兵检查的时候血压突然窜高？哈，那这个部分呢，譬如说国防部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他有这种状况，提出复检的时候呢，可能要求他住院，好，让他知道说他是不是刻意去吃药。
老师方讲，民国112年越南免疫率有到16%，对照健保无可能遮悬，也比对南韩甲新加坡的免疫率只敢若5%，所以要求提高免疫的条件，加严体会判定标准。以后体检会配合越南的健保就医记录高科。高血压还有增重、扁平足视力都是在这一次这个由地检署他们发动要侦查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的病例会把这个体位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检测不要出现漏洞的部分，会给它补齐。针对艺人开钱做假病例歪做兵，以前大部分拢是立罚金就无代志，无社会观感无好。调查针对替代役实施条例提出修法，将上架的刑期定做6个月。主要整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兵役的那个公平性来讲的话，我们是在支持的一个部分只是说在一些刑期它那个设定上面，我们这边再跟内政部再做一个研议。老师方讲，妨碍兵役治罪条例是国防部主管，刑度的修正加国防部采取同款的见解。对此，国防部表示支持，开始看部会研议修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又搁传出幼儿园虐待囡仔的事件，而且这间幼儿园甲真正出代志的2间幼儿园拢是同一个负责人。目前涉案的人已经停职调查，教育部嘛停止其中1间幼儿园的委托契约。搬进去，然后呢？然后他就打我。查甫囡仔一句一句讲，互老师用册塞入去衫内底，佮拍胸感的过程。查某囡仔是直接做出拍尻川的动作，家长是艰苦佮受气，走去报警，甲民意代表定情。打他的屁股，那有造成伤势然后家长又有去验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扯，就是他让小朋友隔着衣服里面放进书本，然后再用手去打小朋友的胸口。他说只要他跟妈妈讲，他隔天又可能再被打。然后同一老师分别拍胸坎甲尻川，涉嫌不当管教。代志发生伫高雄林园非营利的幼儿园，4家的负责人。伫林园各2间幼儿园，半个月前嘛去向投讲，有一个主任4个教保员分别涉嫌性骚扰、体罚、拍囡仔这行为。民代讲，这集团进行伫落地都发生过6件不当管教案。小朋友有可能他去撞到、跌倒而产生了身上的一些淤青或什么，我是希望家长端或我们园方端彼此双方做事情的了解，我们还是勿枉勿纵。中云非营利幼儿园发生违法对待幼儿情事，严重影响幼儿及教保人员权益，依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办法规定，立即终止委托契约。负责人讲愿意接受调查真相，不过6个受害囡仔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教育局讲，6个牵涉不当管教的人员拢停职调查，要了解受害人数甲具体的状况。若是查证事实，依法上当会当罚60万。该个行为人，而且一世人袂当搁伫教保机构服务，幼儿园嘛可能会用罚减少、停招、停办，也是废止设立的户口这寡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旗山有一间碗粿店，互民众翕到这头家举棍仔咧吓惊家己饲的猫仔，甚至佫举棍仔甲讲个哀哀叫。高雄东部处要依法裁处，嘛已经安置3只猫仔。不过今仔日也是有民众走去这间店牵鸡卵，警方表示这款行为已经违反社违法。一个查甫人徛伫门口举棍仔，对关伫人仔内底猫仔一直吐，甲猫仔吓惊甲哀哀叫。那安尼，这个查甫人佫举棍仔哭甲大细声，甚至佫讲猫仔，这行为拢互录影打去网络。民众讲，这个查甫是旗山老街一间碗粿老店的头家，伊定定经过这，不过大概2-3个月就会看到无共的猫仔，会感觉不单纯。有时候我发觉到它的笼子里面的猫咪好像都不是很大，然后就换，不是很大就换。所以我也一直在怀疑，但是苦无证据。棍仔讲甲拄安尼，敢若囡仔咧哭安尼，咱会讲心肝头，感觉讲不忍心啦。40年碗粿老店头家涉嫌苦毒家己饲的猫仔，消息传开引起真侪民众的愤慨。头家虽伫面册升入错误过失礼，不过日饭店有民众未堪入去，走来牵鸡卵。老店早起无开门，规个门口拢是卵壳。警方表示，牵鸡卵的行为已经违反社违法，会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另外，动保处讲，目前3只猫仔拢已经送去病院观察安置，头家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将会依法处理。现场有3只猫，饲养环境不佳，检视猫只它并无外伤，
已将猫只带至合约动医院留置检查及观察。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2款规定，最高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处以新台币12000元罚款。警方呼吁民众爱保持冷静，唔通有违法的行为。动保处强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猫仔受害，会持续追查。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仓报道。台南有民在亚康讲中西区的水仙宫市场内底，那像是有人咧非法卖中国药啊。卫生局去稽查却查无物件，业者强调这药啊是伊家己要用的，不过卫生局已经送验，查清楚成分了后，再看要安怎处理。红色的布条顶面写“陆姓帮事原因进入报道”，佮提供通讯软体的考作，有传统市场的贩仔涉嫌非法买卖中国药品。民意代表详细搜证了，通报卫生局去稽查。卫福部没有许可啊？这个没有那个贩卖啊，这个自己留着用的啊。啊，你之前不是有卖那个酸痛药膏？没有，我没有卖过药膏。这个是刚刚才把它拿回来，我自己要用的。对啊，这里要卖的就是保养品啊，外面一堆，卖大陆的东西一堆，外面很多，不是只有我在卖而已。贩仔否认在买卖医药用品，不过民意代表提出进前伫这个档所买的药品，顶面全部拢是简体字，敢若标示品名甲使用的方式，无写使用目的甲用途等，甚至阁有单位有传单在推销养生课程，因阁分享健康在赚钱，哪像是直销在卖药啊？经检视该产品仅有品名及使用方式，未有标示使用目的及用途。卫生局已送卫生福利部做产品属性的厘清，如为药品将依违反药事法，移送台南市调查处侦办。摊商自用的话，那我们的助理会买得到吗？那他还有宣传的传单是用来拉下线的，说副业比本业更好赚。那林林总总加起来，我们合理的怀疑，其实他还是在贩售啦。卫生局讲，药品唔是一般商品，若无药商也是药局的资格是袂使买卖的。若是违法上悬，会当罚200万。针对传统市场、夜市啊这块所在，会无定期来稽查。另外嘛，提醒民众唔通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也是相信变远，较袂影响到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外省县一直拢无互人列入去劳基法保障的范围，即摆立法院要定专法，嘛伫咧今仔日摆审。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伊支持定专法，嘛会提出行政部门的版本。这几年平台经济起来，毋过外省县的劳工身份无明确，无达至劳基法保障，甲平台报酬甲停权纠纷常常发生。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国民党调会支持摆审专法，那被立委甲党团提出6个版本，提供讨论审查。提案说明时阵，那被立委是一直批评，质询的时阵，佫要求劳动部长洪胜汉表态支持立法。有听到你说，事实上法制化的已经启动了程序。好，那你说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目前其实进入到最后阶段了，那可能最后因为还要包括预告，还要有一些法制的作业的程序，我们可能需要2到3个月。在野党议会质疑外省县无适用劳基法，和劳动权益保障、申诉权益真简单都无去。洪胜汉既然表态支持立专法，就要讲会到做会到。昨天晚上我们很细读你的报告，你讨论了好几个月修法，你也没写进你的报告。真的有一些法制作业，其实条文的内容其实我们差不多，可是因为真的行政部门会有一个法制的程序，比方说要预告，那这些相关的程序还是要走过，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好意思。定有机车外送交通安全指引哦。那在这指引里面呢，针对外送员发生超速、闯红灯等重大违规，要求业者呢应对其有相关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机制。洪胜汉表示，因外省平台运作牵涉外省县消费者甲店头等经济方面的关系，是跨部会分工合作的重要基地。劳动部一定甲交通部等单位好好开会研究，提出版本。目前已经伫职案化鉴定，将外省县作业的危害预防改作适用，对平台更较负强制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原本打算甲罗西亚总统普丁见面来讨论俄乌停战的代志，不过 Trump 伫伊煞表示，这会谈已经取消，因为伊无想要浪费时间。另外，在欧洲甲乌克兰嘛，正咧制定和平方案，希望罗西亚会当接受促成停火。
美国总统川普2月伫咧白宫和记者问讲，为什么要暂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会谈？川普讲，伊无想要浪费时间。 No,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did all of these great deals, great peace deals. They're all peace deals. Agreements, solid agreements, every one of them. But 为了要推上热和谈，川普8月甲普京伫阿拉斯加见面，也阁无重大突破。川普最近阁宣布，计划要甲普京伫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希望会当结束热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20为这件代志，甲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也阁电话讲线，见面的计划就喊停。BBC 报道，罗西亚要求伤多，和美国认为川普无法度伫咧布达佩斯达成协议。也阁川普2月强调，无放弃做中人，会赶紧公布美国政府的做法。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at front, on the war front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And we'll be notifying you over the next 2 days as to what we're doing. Did you hear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president? Get it solved. 川普顶礼拜伫咧白宫，搁再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川普搁再向乌克兰提供政府回弹，并且伫会后讲，希望两个国家会当原地停战。真侪媒体报道，川普伫咧会谈的时阵，一直对泽伦斯基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放弃小长期的土地。现场气氛无啥好。拉夫罗夫2月是强调，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的条件，一直拢无变过。包括乌克兰袂当有核子武器，袂使加入北约，北约也会承诺停止向东边扩张，而且互伫乌克兰讲罗西亚为民众完全的保护。另外，欧洲几落个国家正甲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12点的提案，希望罗西亚沿着这卖战线停火。根据提案的内容，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同意停火，并且答应停止向前线国推杀，所有被强制转移的乌克兰的囡仔将会转去乌克兰。双方交换政府，因为乌克兰也会得到安全保护加中间的资金，加速加入欧盟。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波兰每5天拢会举办国际消防钢琴大赛，今年是27岁华裔钢琴家刘玉显摕到首奖。这回头4名拢是亚裔选手，若比赛有得奖的人，除了会当去国际级的音乐厅演出，嘛会当出专辑，是真大荣耀。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Eric Lu. 27岁刘玉显知影获奖了后，欢喜中有淡薄避暑，现场观众也摕手机记录荣耀的时刻。毕业伫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刘玉显，爸爸来自台湾，母亲是中国上海人，6岁开始学琴，2018年摕到英国里兹国际钢琴大赛首奖，佮甲波士顿、伦敦甲芝加哥等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刘玉显头一摆参加消防大赛，伫2015年摕到第4名，即摆摕到首奖，伊讲像美梦成真。I'm so grateful for this honor. I'm grateful for all the Chopin lov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watched online and all the audience here in Warsaw. I'm grateful for the jury to bestow me this honor. And yeah,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of course. 担任今年评审团主席的美国钢琴家奥尔森表示，今年晋级决赛11名钢琴家拢真出色，17人组成的评审团被学历真歹选择，用我5点钟才做出决定。We worked very hard and we had a number of very difficult discussions involving our opinions about artistic matters, and it did really take this long, but we actually got rid of the roadblocks, and I think we have a fine decision for this year's competition. 今年首奖会当得到由波兰总统赞助的金牌，甲6万欧元，大约213万代表奖金。本届前4名都是由华裔也是亚裔人士包办。第2名是加拿大华裔20岁钢琴家陈武栋，第3名是26岁中国钢琴家黄志栋，第4名是中国李天耀甲日本的桑原智之并列。消防钢琴大赛为1927年开始，每隔5年伫消防的故乡波兰首都华沙举办。今年有84名参赛者入选，多数来自中国、波兰甲日本。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台东县统计，今年前8个月，这过路人伤亡的事故有77人。虽然这数字是比英国有较减嘛，不过伫咧今仔日透早，煞是阁发生一桩车祸。有一个妇人人要转过分隔岛去对面的时，煞去互车撞着，送医了后也是救无转来。这件行路人和车撞到的意外发生伫咧第11线台东市地本路一段，22早起8点外，有一个老妇人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中心的活动。直接对分隔岛的路口过车路，和快车道一台车撞到，现场无喘气心跳。附近有人看到有该做心肺复苏术，不过救护车来该送病医疗也是救袂大。意外现场看到撞到人的车，因连挂拢冒气。附近的人讲，规个人拢被弄甲飞起来。就是可能他过马路，然后就撞了，然后就飞过去这样子。附近的民众讲，这条路有4线道，如果真侪分隔岛的路口，人要行的斑马线如果淡薄远，真侪人拢会直接对分隔岛的路口过。不过这种路口无斑马线也无闪灯，已经发生过几多遍意外，真危险。希望有关单位会当改善。我们后续在跟大湾联协报会勘后，会针对这个缺口会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那甚至会可能会朝向一些封闭缺口的一个作为。这件交通意外的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不过，台东县治安汇报统计，今年1月到8月已经有77个行路人的死伤事故。希望赛车的人甲行路人拢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下桃园的长照专车，互审计处发现有部分的车辆查无基本资料，而且阁有超速、冲红灯、无定期检验等等违规的现象。议员就要求市府来检讨。桃园现时有176架长照专车，负责接送做伙人去病院看病。有民众讲常常叫无车，嘛有民众讲也会用的，建议会使叫北京的长照专车。我们做复健嘛，都很固定啊，一个礼拜叫3次啊，我们固定时间，他就会固定时间来载啊。之前也是有时候也会预约不到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不好叫的话，就是看看可以换家，那么多家。审计处调查长照专车的管理，除了车籍的资料无写，嘛无附专车的相片这个情形。搁2023年出厂的车，2022年都已经在服务，甚至有专车登记1905年出厂。另外，有超速、弄红灯、无定期检验等违规的现象，议员要求改善。长照专车服务对象多为高龄与身心弱势族群，车辆安全的标准应更加严格，不合格的车辆不应上路。本府社会局已积极要求特约厂商以及车辆完成改善。请特约厂商的人力跟车辆清册报本局备查。针对长期照顾交通接送的服务，桃园委托14间厂商办理，包括专车144架、特约车32架。去年计共走182076逝。消局表示讲，已经要求特约厂商改善，未来和业者签约的时阵，会要求厂商提供自主检查表。订定服务管控甲驾驶员管理机制，嘛要加强员工在职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中华鹿港，昨是小连续发生2桩火灾，拢是路边的空地啊导火。因为这风头佮加上放废弃物，所以这火是烧甲真猛。连停伫咧路边的车甲附近的厝，拢互火焚甲乌烧烧，加在是无人着伤。路边的空地熊熊着火，火真大，强要烧到停伫路边的轿车。21日暗时6点外，伫中华六合路3段一笪空地发生火灾，消防队出动4台拍火车，附近的民众嘛摕白火器到拍火，但是停伫路边的轿车袂赴刷走，慢马互火烧着。那现场是燃烧杂草跟废弃物跟一些废弃轮胎，那人员立即部署水线扑灭火势。那其中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靠于路旁，那的右前侧有轻微的受烧。另外，伫鹿港中正路附近，嘛有一位空满废弃物的空地着火，着火面积大约5平方公尺。消防局接到报案，嘛随出动拍火，并无人员甲财物的损害。附近民众表示，看到火的时阵已经烧甲真猛，真有可能是因为透风，互火烧搁较凶。我们看到就这样子了，就烧起来。风势大，然后助长火势的蔓延。对啊。你讲这种风，若讲万一若讲真的有火灾的时，可能迄就足紧的啊。
消防局表示，这两件火烧意外拢无人受伤，详细导火原因也阁需要调查。消防局嘛提醒民众尽量莫伫外口烧杂草，嘛莫乱弹昏头。这几天风真透，拢有可能因为一点仔火势就引起火灾。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又阁出现蓝色珠类啊！即届是伫将军区青昆新的4型验定进前，2暗时真侪民众听到有蓝色珠类出现，拢随赶到现场去看，这罕得看到景象嘛，互大家真欢喜。暗时一阵风透过来，盐埕的水面顶出现蓝色的光，现场民众看甲欢喜甲。这是台南市将军区青昆新的4型盐埕的头前，好远看到真出名的装置技术生命之树。这民众听到风声才愣两当啊，佮出现蓝色珠类，暗时赶紧拼来现场看。去的时候大概10几20个人，可是越晚越多人，这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而这2天，因为刚好东北季风狂吹，正好提供了绿光藻扰动的动能，所以说那个整个蓝色蓝光还蛮明显的。再加上这个出现的地点刚好是本区青昆山赛晴盐田著名的景点生命之树的路上。所以更容易吸引民众前往驻足观赏。这个民众嘛，揸相机，把这翕落来做纪念。台南的蓝色珠类过去嘛，捌伫7股国姓港停塔海峡，有北门的罗迪高出现，甚至英国嘛，伫市区安平的游艇码头出现过，造成轰动。有学者表示，其实伫台南沿海加减嘛出现这款现象。那将军家教授依照马祖研究推论，那就是夜光虫的关系。夜光虫的产生呢，是因为你将水进来以后呢，它让这个藻类成长，藻类因为食物成长以后呢，它就开始分裂。一开始分裂以后，分泌一些东西出来，会让在水中的很多的结合子呢，最后的 gamete 就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像类似精卵的这个东西呢，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它们就繁殖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水它会一晚上就全部都出来了。盐埕海水互强风煽动有海涌，这嘛激起蓝色的荧光。现场因为光害较少，这回会当用目睭看到蓝色珠类伫大片的水域内，嘛互人学了大自然的奥妙。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府今年国际联手举办第2届台湾杯火箭竞赛。这届除了高中组以外，还有增加大学组、佮社会组，甚至嘛有开放外籍学生来报名，邀请民众做伙发挥创意，设计火箭。火箭对天顶冲去，少年朋友替家己的火箭加油。去年头届台湾杯火箭比赛，吸引全国超过600位高中和大专学生参加，最后有15队进入决赛。因设计的火箭今年7月底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今年第2届比赛制度阁升级。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宣布，除了高中级1公里组，阁申请加大专3公里组和社会3公里组。有很多人，比如像我这个年纪，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合法的射比较大致的冲天炮，我们让这件事变成是完全合法合法合规。然后我想很多人还有梦想所以我们特别开放社会3族。国家太空中心主任表示，参加的团队要家己设计导火箭，推测系统统一使用太空中心提供的，确保安全和公平。今年有入决赛的宾科实中学生来记者会现场分享比赛感想。因讲虽然今年表现了无介理想，但是第2届会阁改良火箭，一定要达成目标。把整个火箭的设计架构都搞懂啊！明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火箭能够更成功的把它回收回来。每个孩子、每个同学都把他们所长在那个升空的那一刻完成梦想，真的是让人家太感动了。第2届决赛定伫明年7月，地点同款选伫旭海火箭发射场。学生组前3名有5万块的奖金，社会组冠军有10万块，佮提供材料的补助。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府邀请全国对火箭有兴趣的朋友斗阵报名参加。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屏东小琉球是海龟重要的生态点，有民众咧唱水的时，这头毛竟然去互海龟当作是海草，一直去甲价。海保署甲县政府都提醒讲，这唱水的时阵上好是离海龟1.5米以上，若是去甲干扰，这上济是去罚款30万。
让这个当地小琉球海峡探索海底世界，看到一只海龟好奇收紧，后一秒就咧揢臭水溪头毛，画面有淡薄仔趣味，互翕的人挡袂牢笑起来。屏东小琉球海峡是海龟重要的生态地之一，海保署观测。当地最近几年海龟数量上高峰会当达到数百只。有参水教练认为，小琉球保育推广有成果，加上大量游客从事水上活动，互部分海龟变得唔惊人，可能安尼将人的头毛看作是海草。头发在海里面这样飘逸的时候，他会以为我们头发是海草。所以他就想要吃看看，有时候还会被他那个脚蹼打到，就是像那个鲨鱼一样，就好奇会去触碰，只有嘴巴可以去试试看，就尽可能的避开而已啦。海龟游的速度比人紧，可能会为背后偷食，吸到掺水客。因为个民众就安尼忍不住紧摸，也是调工伫海龟找食的动作等待，一旦互检举以上，那互认定构成骚扰行为，以野保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处6至30万不等的罚金。如果说是刻意有阻挡海龟的觅食的路径的话，没有去主动回避，可能也有涉及到骚扰海龟的部分。要保持适当的观赏距离，同时要记得友善赏龟5不原则：不触碰、不打扰、不喂食、不追逐、不伤害。海保署提醒民众，看到海龟挖紧的时，爱主动让开，保持1.5公尺以上的距离。除了降低对海龟的搅扰，也会当避免接触证据，守住家己的钱包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 APEC 峰会伫南韩的庆州举办，讲到庆州，才是古早时代新罗王朝的首都，有真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来就有真侪观光客。也即阵因为 APEC 的关系，南韩政府嘛要全面提升维安的规格。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年度峰会会伫这个月底伫南韩庆州登场。宣传影片中，除了有这届峰会的宣传大赛 ，K-pop idol GD 之外，南韩总统李在明更较有出现，打扮做天气病指挥的地勤戏剧员。古城庆州是新罗王朝的古都，有真侪佛教文物，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登记，一直是学生校外教学，还是韩国历史的重要目的地。不过自从庆州接了 APEC 峰会了后，这个将传统观光古城转型做国际级的合作中心，外国观光客的比例也大大提升。 제가 체험할 때는 국내분들이 그중 퍼센트가 90%면 외국인들은 한 10%? 지금의 같은 경우는 외국인들이 30% 정도를 차지해요. 南韩海洋检察厅队员伫庆州主要风景区普门湖4个位加强巡逻，佮执行水下搜索。本届 APEC 峰会除了有美国总统川普会借机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外，也包括美国 AI 晶片头人、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在内，大约2700位全球产业界领袖会参与企业领袖高峰会，所以南韩会出动上济大约18500名的警察、特勤甲海巡人员。 个部署反无人机装置、装甲车甲直升机加强演练。 해양경찰은 APEC 정상회의를 앞두고 경호안전통제단과 함께 경주, 보문호수 일대에서 테러 및 각종 불법행위 예방을 위한 집중 순찰과 감시 활동을 강화하고 있습니다. 除了庆州，首年也等咧各项加强安全演习。为20时开始，南韩的全国恐怖攻击警戒等级也为第1级的注意提升到第2级的戒备。另外，庆州是将等级升到第3个警报。公视新闻新罗北编译。 鸡汁是东南亚国家爱用的传统调味料，主要是用细只鱼甲虾去发酵生出来的。不过最近这几年，随着气候变迁，佮过度掠鱼的影响，制作鸡汁的原料料啊鱼却是愈来愈少，已经严重冲击到相关的产业。 生存表高，河粉若无鱼露，就亲像无灵魂共款。开文湖的家业就是传承这荷兰南同的好滋味。 Và chúng tôi cũng sinh ra và lớn lên trong cái sự mắm của ông bà, nên cái tình cảm về nước mắm đối với chúng tôi nó rất là đặc biệt. Tôi xem nước mắm như một cái kỷ niệm, một cái văn hóa nhiều hơn là một cái gia vị thông thường. 鱼露起源可能是中国沿海的闽南潮汕地区，后来添加东南亚了后，增加各个独特的风味。亲像伫越南，伊的制作就是用苦河啊、甲虾啊只海产，掺大量的盐，佮经过6个月到1年半的长时间发酵。发酵过程中，
鱼仔的肠味质会被分解释放大量的鲜味，这是大家真爱盼开。不过，这几年全球气候变迁，掠可河的量愈来愈少，越南为鱼肉大厂到老字号的鱼肉品牌拢感受威胁。Do quá trình biến đổi khí hậu cũng như là cái thức ăn canh tác thì hiện nay cái nguồn thủy hải sản nó ảnh hưởng cũng rất nhiều. Cái lượng cá cơm hiện nay nó cũng bị ảnh hưởng giảm sút nhiều. Chúng tôi mua cũng khó và cái giá thành nó cao hơn. Nó cũng ảnh hưởng tới cái quá trình sản xuất cũng như là cái lợi nhuận. Nên là cái ngành nghề nước mắm khi mà cá cơm lên cao quá thì nó làm cho cái sản xuất nó không còn có lợi nữa. Và do đó là nhiều hộ gia đình họ cũng nghĩ dần dần. 全球气候变迁带来可河减少，除了冲击鱼肉制造，伊带来连锁效应，也是全人类爱面对的。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我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